来过来这家未成成年就甲人生囡仔，讲这种囡仔带囡仔的小爸爸、小妈妈，上会虐待囡仔。为着要来减少这种看袂到的虐待的数量，行政院打算要透过学校甲病院来通报小妈妈案例，要甲因转介列入高风险家庭的系统，来建立安全的这个社会安全网。但是社会福利团体认为，安尼恐惊有打标签的嫌疑。台南一个1岁6个月大的查某婴仔，和因老母要因老母的表姐顶人苦毒致死，引起社会震惊。调查发现讲，这个囡仔老母敢若17岁。依照统计，全台湾每一年平均有700-800个未成年有生的小妈妈，因为这个妈妈身心不够健全。囡仔带囡仔，部分的囡仔嘛无去托婴找年母，也是幼稚园。囡仔被苦毒，难以被通报，引起真侪问题。行政院要求未来只要小妈妈去病院产检，也是学校发现未成年有生的小妈妈，拢必须都要通报，列入高风险的家庭。我们希望不但是在方法、政策各方面都能够面面俱到。行政院希望建立社会安全网，不过社福团体嘛讲，小妈妈一般拢无被家庭接受，会去挖苦男朋友也是当机人，就算被通报嘛，不一定伫户籍地，一路新就列入高风险的家庭，变成是你打标签。去从他们的一个需求去找，而不是去从这个后果里面去标签化他们。你只是去查他现在人在哪里，那这只是一种监控啊。可是你实质的服务到底有没有真的提供给他？社福团体认为讲，针对小妈妈整合医疗、教育等等的资源，这是现阶段上界重要的。行政院希望补足社工人力等等目标，还会继续拍拼。